有個88年嘅女士揾我牽線，特別想結婚，仲想40歲前生 BB，佢條件好唔錯，985畢業，喺大廠度翻工，年薪40萬。廣州全款買下間屋同埋部車，父母有退休金，完全冇養老負擔嘅。咁但係佢擇偶嘅要求就有啲不接地氣啦，想揾比自己大2到3歲，普通五科 OK，年薪係40至60萬，必須係全款房車無負債，仲要係未婚嘅。佢覺得呢個係降低要求添。咁但係老實講話，咁樣嘅男士根本唔會等到咁嘅年紀仲未婚。如果真係單身嘅，一係就係揀20幾歲嘅後生嘅靚女啦，一係就大概率都係有問題嘅。可能係單身到而家仲係為咗等你嘅啫，想達成結婚生小朋友嘅目標，一係就係冇及實啲經濟條件，重點望向男嘅身高、健康、情商、智商有穩定嘅收入，冇人品問題，我一齊去養小朋友 OK 啦。一係就係放寬婚事啊，睇下經濟條件，二婚湊個女嘅男士，呢一類嘅人再去諗生 BB 咧，更加會揀佢呢種未婚有經濟能力嘅。如果仲堅持嚴厲嘅要求咧，就要提前規劃好養老啦，儲多啲錢，咁到時咧未結到婚，小朋友未生，養老都成問題。